前最主要是什么？忠义精神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就把客家最重要的忠义精神呢，就入在我们的主题里面，都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，好不好？好。神仙播种真容易明显，种好存千年，客家新乐园。茶山流水那天应是流来天。年轻少年真情不累团，台北是故乡，台北是故乡，香火相传国泰有名哦。水茶饮料发不平，茶山水田经视听，规划硬家平，文化如重新。白银流来闹那年头，명선流显来，同好在心田，山歌向连天，百年老业酿神仙，播种真容易明显，种好传千年。